本人建議其實政府可以重推考慮呢項嘅津貼。喺全球經濟環境複雜、生活成本上升當下，呢2500蚊唔僅係財政上嘅補助，更加係政府同埋家庭共度艱難、重視投資下一代嘅體現，變相亦都為年輕人釋出鼓勵生育嘅信號。喺繼續睇落去之前，阿銘想請未讚好呢個專頁嘅朋友仔去撳翻個讚好掣，而睇緊 YouTube 嘅你，亦希望你可以撳個訂閱掣後，再撳埋個鐘仔，咁有最新嘅政策同社會資訊，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啦。此外，本次財政預算案，我哋對於中產嘅支援有待加強。過去幾年政府曾經為疫情推出每名學生2000蚊嘅學生津貼，呢筆撥款對基層同埋中產可以應付到雜費同埋課外活動嘅支出，起咗實質嘅舒緩作用。本人建議其實政府可以重推考慮呢項嘅津貼。喺全球經濟環境複雜、生活成本上升當下，呢2500蚊唔僅係財政上嘅補助，更加係政府同埋家庭共度艱難、重視投資下一代嘅體現，變相亦都為年輕人釋出鼓勵生育嘅信號。我哋喺北都投入數百億元發展校舍同埋大學城嘅同時，亦都唔應該吝嗇我哋對每個家庭直接嘅教育嘅支援。主席，總體而言，今次預算案喺審慎理財同埋投資未來之間取得咗平衡。作為新界北嘅代表，本人深信建設係切初衷係惠及市民，而中產家庭作為社會嘅中流砥柱，其福祉係唔能夠忽視嘅。政府應該喺財政預算案入邊更具體地加強支援中產階層嘅支援。本人期望政府喺落實北部都會區藍圖同時，能確保資源分配可以兼顧各階層嘅需要，讓中產同埋基層市民都能夠分享經濟嘅發展紅利，擁有更優質嘅生活環境，與更廣闊機遇攜手創建一個真正宜居宜業嘅幸福北都。多謝主席，本人謹此陳辭。